邀請你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子琪啦。咁我今次嘅分享咧係由25年4月份開始嘅。4月嘅時候咧，我喺家庭、經濟、學業同埋情緒嘅壓力之下咧，就向我就讀嘅內地大學申請咗停學。25年6月份，我返到咗香港休養同埋入院接受治療啦。咁喺住院期間咧，我就識到咗一個姨姨。我會形容佢係天使派嚟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佢每日除咗瞓覺、食飯、沖涼，就係喺度讀經。我當時好不解，哇，乜有人咧佢係可以日日坐喺度坐咁耐睇經㗎？佢唔攰咩？唔會頭暈㗎？咁因為咁樣咧，我就好好奇啦，變到好想去了解佢點解佢信仰咁虔誠㗎。咁我就日日同佢傾偈，日日撩佢傾偈。咁一日咧晚上，佢忽然爆咗好多句句子出嚟喎。咁由中咧，我就聽到上帝都想對我講嘅説話啦。上帝就話：我嘅孩子們，我是慈愛的，請來到我這裡，讓我愛你。咁就我聽完之後，當時心好觸動啦。咁到咗出院之後咧，呢個姨姨佢知道我嘅情況係冇錢開飯嘅，咁佢就煮咗晚餐啦，留咗好大一部分俾我。專門係由長沙灣坐地鐵嚟東涌喎，係將啲晚飯俾我食。咁當時我哋就坐咗喺東匯城大時代7樓嗰度食。咁佢自己食完晚飯㗎啦，佢就喺嗰度好幸福，笑咪咪咁樣睇住我食啦。咁我真係其實真係好食得好感動，一係我飯餸好美味啊。跟住第二點就係點解會有個人係可以為陌生人咁樣去付出㗎？我就好感動啦。咁我就覺得上帝嘅愛、基督徒當中嘅愛好偉大。我當時我就決志，我都要成為咁樣嘅基督徒，我要跟呢位主。係好，咁時間就嚟到咗6月份啦。時間嚟到咗10月份左右。咁當時咧我就做工啦，返工揾到一份工，識到我哋教會嘅 Alan 叔叔。咁我同 Alan 叔叔好傾得埋啦。我嗰時拿緊佢睇樓嘅，我叫佢睇樓。跟住咧佢聽到我要返教會，就介紹咗 Rocky 同埋 Janice 俾我認識。咁 Rocky 同 Janice 咧又介紹咗更多嘅教友俾我識啦。咁就雖然當時我因為返工緣故，禮拜日係請唔到假，返唔到教會，但係大家都好 support 我啦，俾好多關懷、支持、鼓勵我，咁同埋都引導我喺主入邊點樣去接納同埋理解自己。好感謝大家。咁跟住喺我咁之後，我就有時間返教會啦。咁加入咗營典呢個大家庭之後咧，就開始咗我嘅屬靈生命之路。係好感謝大家。我深知其實呢班人咧係上帝為我揀選嘅家人。我都知營典係上帝為我精心挑選嘅精心挑選嘅教會。好感謝。所以為咗回應佢咧，我係之後我需要希望自己係可以做得到，奉上一個更好、更多、更有質素嘅服侍啦。同時都係更加去親近呢位主。感謝佢。阿門。Amen。